喺內地嘅銷售額係講緊過億，係幾十個億。由揸 van 仔買茅台，用中國白酒做酒心朱古力，冷門嘅賽道，冇名嘅品牌，從零嘅研發，一粒朱古力要磨足3日。有人話佢選錯賽道，有人笑佢太理想化，但佢偏要讓年青人同全世界知道，透過一粒朱古力懂得中國白酒。今次睇下一個香港創業者如何用匠人精神破局出圈。都嘥咗5年到嘅時間。我做 van 仔呢段時間咧，真係覺得太悶啦，因為好多時候都喺度等啊嘛，因為時間太耐。2018年開始咧，只要正式跳咗出嚟，去 set up 間公司，去真係自己去賣酒。Covid 呢段時間咧，我哋賣酒嘅行業咧，其實好多內需需要到嘅，反而嗰段時間揾到錢嘅，就正正喺呢段時間揾到錢之後咧，就做咗嚿錢，去 build up 翻落而家我又做呢個酒心朱古力嗰陣。係因為想推廣中國白酒，一個最初嘅理念去做呢件事。年輕人啦，或者係啲外國人啦，去接觸到做酒心朱古力，係中國白酒嘅酒心朱古力，掛住貴州茅台嘅光環，掛住其他中國白酒大品牌嘅光環去做呢個酒心朱古力，而去 hold 一個品牌，應該會好快啊。同埋我加埋我自己本身嘅客底源，但係過咗大概3到4年之後咧，就出現問題，就係唔係咯，做品牌唔係我所想咁簡單，係好多時間去營銷、去推廣，同我以前做嘅又好唔同。以前個品牌係已經係好出名，基本客戶自己買嚟。而家係我去推一個人哋唔識嘅品牌，就算你諗住貴州茅台嘅酒心朱古力，五糧液好嘅酒心朱古力，汾酒好嘅酒心朱古力，唔係話認佢個 brand， 而係認我呢個Jewelry Chocolate 呢個豬油嘅 brand 而去推咧。豬油呢個名都幾特別嘅，因為當日我去諗嘅時候咧，一個好特別嘅一個 terms 係只會有香港人或者係講廣東話嘅人先會明嘅一個意思含義。柚字其實係酒嘅意思嚟嘅。我喺省點水，以前在酒嘅一個嗰啲叫佢哋以前讀嗰個柚字啦，我而家叫一個大嘅情啦。佢哋呢2個字加埋就係我嘅核心產品酒心朱古力嘅意思。所以嗰個酒其實係非常之有含義嘅一個柚字啊！呢2個字加埋去成為我嘅品牌，因為我好想帶出一個第一香港嘅一個想法啦、一個聯想啦，即係香港人會明白一啲嘅嘢啦。另外就亦都係好代表到我而家做緊嘅核心產品嗰邊。我哋淨係做一粒朱古力啊，朱古力我都要3日時間。我係每一次要做一個新嘅模出嚟，壓一啲模出嚟。而嗰個模變咗一個弧形啦，當半圓形一個模啦。咁我哋之後要做一啲即係糖裏邊有酒嘅，會加啲酒裏邊，之後再注翻入去嗰啲粉模裏邊，再放入個爐，等最少1日，出翻嚟掃翻開啲粉，每一粒變咗一個結晶體，攞翻出嚟，再放翻喺調好溫嘅朱古力裏邊，調好溫朱古力裏邊咧，放落去再滴，即係淋咗上去啦，你當係浸住咗之後停咗出嚟，再放喺台面上咧，再喺個盤上面，再做裝飾。喺呢段時間，我要擺1日，再去做啲 chocolate 出嚟，再去做裝飾，成個流程係複雜，再加埋煩費。咁呢個就係如果我做手術最，亦都係其中我嘅另外一個成本上嘅難處。有啲酒好似好刁蠻、好任性嘅，咁啊同好多朱古力係夾唔埋嘅。咁茅台咧就係好夾得埋，好霸氣，好一個男子氣概咁樣。佢好同好多朱古力都可以夾得埋，反而都係令到有一個難處嘅就係太夾啦，好多都太夾，所以要揾一個最好食嘅個味道出嚟。咁另外有啲酒咧就係比較癲蠻任性啦，我配咗好耐。我用咗差唔多半年時間先 R&D 到嗰款嘅酒心朱古力，咁所以變相地喺酒同嗰個朱古力嘅味道 balance 咧，可能呢一款就 OK， 呢一款酒就唔得。但喺我哋做手工嘅酒心朱古力嚟講咧，我會喺味道上攞 balance 嘅時候咧，我就會試咯。